冲修听狗，冲修听。烂到冲修听口。我觉得你今天不会得分呢。上收的节目啦，那今天一样，大家就是来独家暗自 say。好，那我们要暗自 say 什么呢？今天谁来暗自 say？ 我们要来自我介绍一下，从金童开始。大家好，乃係金童，北公北婆落水咯。很赞哎！大家好，大家好，我係飛機嘿呦白蘿蔔。什麼意思？大家好，我係龔先生，定然受因為騰高見到龔先生。大家好，我係瑞士屏東體育館的 Albert， 阿媽看到冇？來聽師兄嘅哦。大家好，我係好友聽新竹新部嘅聲音，咁做咗興愛楊扮先生，楊扮。没错，欢迎大家来到独家暗自 say。那我们一样，今天会有1位担任猜题者，4位担任今天的提示者。那今天的猜题者就是坐在我们正中间的姜老师。遊戲規則，這係一隻合作嘅遊戲，是個提示人寫下答案嘅提示，韓國用漢語念出來。成有提示當中係講要重複嘅事就被造成小錯。通解人有2擺機會，係講頭一擺推唔錯，第2擺就得使用 QQ。大家共同合作推出答案，是做得完全任務了。好，那可以戴上我們的眼罩。好有儀式感哦。好，那確認他聽不到，那我們來公布我們今天的題目嘍。我們今天的題目是火車站。我是很怕大家寫到一樣的答案，你知道嗎？解答很難呢。我覺得我會被姜老師殺。那我們要翻版嘍，3、2、1，請翻牌。哇！如果有的都要擦掉哦。有人有站对不对？對呀。站也要擦掉。這個絕對不會有人知道。脆細，然後長。好奇怪。哎，可以耶。我們需要啟邦印老師救人的，請 Q 他嘍。老師，燃刀。一卡通。好，那我們把答案先收起來嘍。好，那我們 Q 姜老師回來吧。老師醒醒，醒床。Wake up！ 老師，收大你嘛，順便開啊。哎，好，我們一樣從金童開始來給老師暗自 say。燃刀，衝。哎，你講出來，完全忘記你是寫什麼。我覺得老師想要掐你。老師，我有說錯嗎？對吧？老師很激動。對吧？很棒嘛！燃刀，衝。對不起，這是客語哦。哦，確定？是。好 ，OK。我覺得沒錯，我聽下一個。冲修聽狗，冲修聽狗。爛到衝修聽口。我覺得你今天不會得分呢。好 ，Albert。好，一卡通。一卡通，一卡通，對吧？我說啥意思啊？我以為我講得很標準呢。老師，你在這卡通來講嗎？算了，我都是這樣。我們下一個永辦。中線狗蛇八。這聽起來像髒話。中線狗蛇八。中線狗蛇八。中線狗。清唱衝。清唱，完蛋！你剛剛講什麼衝？好，再次。燃刀衝，爛到衝修聽狗。我們是一個名詞哦，名詞。中線狗蛇八，中線狗蛇八，中線狗。你現在只相信永辦的，因為他們是清唱我。我也是客家人哎，怎麼只相信他？那我們姜老師。等一下了，等一下。大家都來了，當然來了，好可怕，弄得我也好緊張哦。自拍欣賞 Q 愛哦，準備好了嗎？沒有。老師剛才不是說怎麼樣都會有一個答案？我一定要答案。好，那我們姜老師第1輪的答案是，不會是動詞。魔幻時刻。坐捷運。坐捷運動詞。其實我覺得很接近哎。對，但是你說動詞，你說的是動詞。好，那我們一樣進入第2輪，你想要翻人的牌來看，你覺得不需要嗎？還是？
还是全部人补齐再念给你听？你懂不会吗？好忙啊，吃好饭啊。那我们选择永伴信上，对不对？请翻牌。坐捷运，嘿，你要给哦。那弟嘞？那我们江老师准备好了吗？江老师第二我觉得轮的答不对劲案是导盲犬。我们今天的答案其实是火车站。火车站，火车站，你要卖医师呢？基督，系啊，基督忠，犬小巴涩谷站在车站啊。卖眼睛呢？你才唔知，才会唔知呢。我觉得最难的是那个，对，燃刀冲，然慢慢到冲。那中间本来有两有一个个字，有个站，帅气的站长啊的，我们都撞字就被擦掉了真，是案子谁？你资宽啊？你抽鸦片资宽啊？听不懂。汉語區在10點熟熟，上外講威斯碌碌，天卓外看漢語扮生熟漢語扮生熟。大家好，我係春燦哥，跳下嗰度명風對個火車站嘅聯想當冇強人。個火車站喺客位未做得講係火車跳啦，跳下搞遊戲嘅時節啦。個有人講乜嘅？帥氣的站長個帥氣的站長，你做咧講係講燃刀嘅站長，冇是室溫嘅站長。個係講你就係面帥哥嗬，你做咧係啲燃刀嘅蛇嚟咯，未做咧講係室溫嘅蛇哥，長矮燃刀嘅羅阿伯，火車站，火車跳。站長，大家可以記得咯，因為坐火車以前我先去打單咯，買車票啦，嘿嘿，一下嗬，一下科技安發達啦，連個700人時條用乜嘅一卡通、錄音卡、悠遊卡，比下還是所以坐乜嘅是坐乜嘅公車啦、捷運啦、高鐵啦。韓國推鐵，高鐵做唔得，做清楚得當方便。翻譯地圖講乜嘅大交通工具個大應客會講錯，比如講坐公車、坐捷運、坐火車，一下嗬，我差好路線咧，家下我係先坐捷運，韓國行人去坐火車，車票，坐捷運。台北車站度咧，會坐屏南線、推鐵、高鐵、桃園機場捷運，嘅旅客搶地本站攀車。一見到兩日嘅時間出去了解旅客貼片到喺貴州火車站地圖做錢係旅客熬夜漸大家樣好漸來漸去啦。該坐交通工具嘅人硬是按到旅客啦。你下嗬，除了個導盲犬做咧上車，人哋叫嘅乜嘅蛇狗子狗冇是鳥子做錢做一睇主人嗬，強下去坐個優山車上做旅客呢，老主人強下出去聊樣辦好呢。各位旅客大家好，第一日推嘅列車是開咧，啱啱上車嘅旅客請日日上車。冇按過上車嗬，我是會扶唔到咧，我係日去上車咧，嘿嘿。旅客，我講小巴啦，哎呀，我中心突然間嘅小巴，我同你去中立去看依個火車跳去到江冇，你日日落去哦。我真的聽不懂帥氣的海陸腔。燃刀燃刀是帥氣的意思。台語 and 刀，哦，很像，有一點那種